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4月初4早起新闻，我是苏眉。新闻头起先来关心泰鲁国列车败马事件。今日是泰鲁国列车败马事件的第3天，昨暝工程预计是要处理第30甲第60的车厢，目前第3节半暝2点外已经拖出来啊。现场的情形是如何？咱连线给记者杨淑静。 今仔日是泰鲁格败马事件的第3天，昨暝工程预计处理第30甲第60的车厢。目前第30的车厢已经伫今仔日半暝1点拖出来了。救援人员伫第60车厢，搁再发现应该是第51位罹难者的遗体。原本是按算用千斤顶甲车厢体悬，将遗体刷出来，但因为车厢变形，重量40吨相当，加上崩坑内空间无够顶顶的原因，行动并无顺利。来听昨暝花莲县消防队第1大队长朱铁明的访问。车厢本身40吨，那工程人员有在评估，就是这个倒塌压在大体上面的这一个转向架可能也重达10几吨。那以轻型的这些油压机具是没有办法把它脱离的。目前嘛，也有4位罹难者的身份等待确认。那今仔日运安会嘛伫现场进行第40车厢的调查，调查完成了后，会陆续进行其他车厢的拖吊清理作业。以上是记者杨淑晴、林玉凯伫花莲泰鲁格号事故南平现场的报道。 感谢苏晴，咱对大只现场画面会当看到，讲败马清查工课也咧进行当中。昨早起的第10甲第20车厢都已经拖离过现场，今日透早第30嘛已经拖出崩坑，因为环境伤过矮，车厢阁变形，刷落来掉伫崩坑内底第4到第8计共5只车厢，抢救的工程恐惊会真辛苦。 经过规暝抢修，初三透早代替工作人员总算调去第1节、第2节车厢，放等于正常的铁轨路，由其他列车拖到后勤车站。PC 整经进场了，会把原来第1节跟第2节车厢下方的轨道，把它扶正来做第3节车厢的一个复轨跟运离的一个动作。 目前计划将第1到第6节车厢向北邮到后勤车站，第1、第2节已经顺利吊挂的清空，车厢内底残骸，即马传出有遗体被缀伫第6节车厢下边，运安会甲检察官会先探勘，搁请搜救人员确认。另外第7、第8节车厢经过评估了后，按算向南拖出。花莲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张开元表示，目前完成2个车厢的重建，未放弃积极抢救，甲任何 应采 DNA 比对机会。我们只要有找到疑似人体的 DNA 的遗迹，我们都会送到殡仪馆去照册。前面要先做轨道的重建，之后才会把第3节车厢再拉出来。另外，检察官表示，已经整理1到4车所有旅客留伫的车厢、铁轨路顶悬的行李甲物件，佮由相关单位送到花莲车站就领。内部有38位家属伫事故现场做交婚的仪式。 我们刚刚就有我们的同仁进去做确认，不过这具遗体它应该是目前只能看到一个大腿的部分，那没有办法确定是不是完整的肢体。那加上因为殡仪馆部分现在还有部分的尸块，目前并没有把它算在一个完整的罹难人数里面。 代替泰鲁国号408车处搜救作业继续进行当中，不过第4、5、6节车厢拢伫崩坑内底，因为车厢已经严重变形，真下阁真歹入去。每车检查是真开时间，救援人员规工来作业，不过估算抢修的时间依然维持7天不变，希望能赶紧通车，搁调查代志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 这站代替73年来上严重的事故，造成51个人死亡。根据资料，也有4位罹难者身份等待确认。土木技术工会将已经到现场检测崩坑结构的安全，预计按2礼拜才会当完成。不过，煞有风声讲，代替的幕僚建议要把责任撒给厂商。交通部长林佳龙是表示，若是有这类代志是真无应该。代替泰鲁国号意外造成重大伤亡。 土木技术工会伫咧初三到场全面检测崩坑的结构安全，按算2礼拜会当完工。另外，即马伫咧传讲，代替有内部群组对话，有幕僚建议大方向，将责任撒给厂商。交通部长林佳龙初三回应讲，若真正有这种代志，真无应该。部长，那我们有确认过那张截图是真的来自台铁的群组吗？我想不管它的内容是如何。 反正我的指示就是，我们必须诚实面对，
勇于负责，那要从要求自己开始。所以如果有那样的事情，不但没有必要，而且非常不应该。罹难者人数怎么是51位？法院地检署怎么已经确认47位罹难者的身份 ？DNA 比对也个指认的工作，24点证据拢无停。今天的死亡人数51名，那为什么比早上多1名？是在第6车的大体现在由检察官已经确定是1名死者所以总共是51名。也就是说，现在是司机员1名，助理司机员1名，然后有49名的乘客。那死亡的人数里面，原来报告是1名法国人，现在增加2名美国人，所以总共有3名这个外国人死亡。代替伫官方说控诉控理代替408次泰鲁国号事故的专区，除了公布死伤名单，也公开开会记录，互家属查询。即马伫咧读国体张姓的兄妹，2个人甲老爸拢不幸罹难。国体校长伫咧 FB 发文悼念2位优秀的学生。因的老母代志发生迄当阵，人也受伤，心情正着急，伫咧车内找囡仔。翻开2个铁片的铁板的时候，下面有人说：“阿姨，你可不可以不要搬动？因为我女儿底下还有人。”罹难者内面有8位是台东人，遗体已经送台东殡仪馆，为了要方便家属指认遗体。高检署协调台北加台东的地检署设24点证据指认中心，现场有专人协助家属。记者综合报道。迄台厝落架工程车是属于做山壁防护设施的施工单位，不过外界就质疑讲，这个工程应该1月底就要完工啊，为怎样今嘛还咧做？施工的现场，而且为什么无早为早？台气局就表示，为着水土保持的问题，施工的时间有延长到5月底。也若是为早，基本上是为着防止民众乌白撞入去，就算有早恐惊嘛，驾车砸袂掉。你为什么要更改那个日期啊？没有，那个日期是我还来不及贴，我们是到4月20。泰鲁国号事故现场救援工作附近，有1名好亲像是工程人员的查甫人，该公告摆喺顶悬的完工日期。工程原本1月20爱完工，为什么延到即马？代替表示，目前工程99%已经完工，不过因为水土保持问题，确实有申请延到5月。这个施工呢，它预估呢，要到5月底才会完成。台铁局也指出，工程一般会在暗时无通车的时间进行，而且连假期间也会停工。另外，为铁道迷抛出的今年1月408车厝司机视觉影片当中，应看到火车驶出情节崩坑了后，正边是避免落石落伫铁轨路的明崩坑工程。向前开庭看到这摆吊输工程车出来的边坎无围篱防护，台铁表示围篱是防止民众误入，恐惊无法度动车。围篱是在阻绝那个民众快的轨道，他不可能有办法去阻隔车辆啊。今天就在那边有设围篱，我看那车辆的走廊它也是挡不住的。交通部政处王国才承诺，伊要求代替检讨伫工地管理上，伫边坎铁轨路边是毋是爱有防护网？另外，事故发生的地点找无监视器，不过为前一班列车时期已经掌握到工程车出到铁轨路的关键时间点。当天9点13。有一班是往花莲的自强号，它是204次也通过这个地方。整个这个车子滑到轨道，应该在9点13到9点28之间哈。如果说有车子掉下来，它通报我们已经马上通知2段车站把车子拦下来。目前有物件出现伫铁轨路时，司机看到了后通报路人协助通报，或者是靠代替人员巡逻。代替按算伫111年要伫25个所在设备看全生命监测系统，透过及时影像系统示警。不过专家建议应该全线拢爱加装，才确实掌握状况。记者综合报道。这边的伤亡真凄惨，所以行政院下令全国的机关降半旗3天来哀悼。也若是总统蔡英文是亲身去花莲的病院探视，伊也强调讲，一定会尽全力甲受伤的民众、甲罹难者家属斗3天。透早一早，立法院甲行政院拢降半旗，为悼念对死伫太鲁阁408次列车事故当中的罹难者，全国各地机关，比如新北市政府，拢会降半旗3天。总统蔡英文是去花莲，教授伫伤者的4大病院探视甲致意。蔡英文强调，政府一定会全力协助受伤民众甲罹难者家属。后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们一定会全力而且妥善的处理。那么也希望我们的在这一次事故里面的伤者或者是罹难者的家属都可以得到政府最大的协助，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蔡总统也到殡仪馆向罹难者念香，搁慰问家属，家属拢真悲伤，也有家属悲痛向总统发挥，人拢找袂倒来。根据花莲县政府上新的资料，原本受伤送医162人，目前医院伫病院治疗人数已经下降到33个，包含为腹部瘤花莲病院2人、门诺病院6人，国军花莲总病院8人，其中1人伤势较严重。上这次花莲主治病院有17人，其中2个人住伫加护病房，包含头骨骨折的9岁查某囡仔。院方指出，伤患的生命现象拢算稳定，状况都非常的稳定。只有1位因为多处的骨折，所以导致他出血量比较大，现在正在加护病房观察。那我们早上去看，那他的情绪还是不稳定，但是现在已经好蛮多的。好，那我们会持续的关怀。台铁局伫官方网站说，事故专区继续更新死伤者名单，提供家属比对查询。记者综合报道。意外汹汹来发生，这一条性命100年就消失去。一寡失去亲人的家属，心痛无法度控制，悲伤嘛艰难会当靠时间来恢复。就伫工程人员无用伫咧修理铁轨路完成第1节和第2节车厢吊挂作业的时阵，伫咧殡仪馆拄则甲罹难者指认衰的家属，心情也真激动。我的小孩的脚整个都断掉了，对，他们就是被那一些东西压住了。然后我有试图要把他们拉出来，可是没办法。想起伫咧第8节车厢，亲目睭看到翁婿和囡仔受难过往的情景，将小姐哪讲熬哪甜。代替73天来上严重的败马事故，高达至少50人不幸罹难。第一时间赶去现场救援，也到协助检察官分类伤者和生死的吴医师，也真感慨。支离破碎。所有的这种是挤压，瞬间挤压造成的。能够知道那块骨头是在哪个部位，我们一定要把它拼回去，尽量让它完整，是我们的坚持。现场总指挥官如秀端表示，会继续比对 DNA， 望罹难者量早得到安慰。记者阿明金郑海文华联报道。今仔日的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做回来看，头先是《苹果日报》。美国华府国会山庄，初二传出有人赛车弄入口的警察安检站，现场2个执勤的警察，一个死亡，一个受伤。赛车的25岁印第安纳州的查甫人，落车时阵也冲向警方冲过去，互警方打死。国会山庄事后封锁过6点钟，嘛调度国民兵去现场斗3工。所落来是联合报。有20多年历史的乌来南四溪乐天温泉，即马煞面临消失的命运。新北市府决议要甲乐天温泉地拆掉，往未装入去南四溪的民众相当会罚10万。区公所表示，会建议规划温泉浸开区域，保留在地特色。上尾是自由时报，清明连假的第3天，今仔日过头了后，就会出现收假的车阵。各公局预估，周北的车流量会是平常时的1.5倍，而且嘛列出9月上高塞车的路段，提醒民众尽量都爱早起出门，较袂塞车。另外，为着因应火车败马意外，华信、立营等等的航空公司宣布，今仔日甲明仔载2天会加开机抓，到小偷淡薄旅客。咱头一批透过 COVAX 注文的新冠预防车，今仔早起会送到台湾。甲国内目前当咧做的同款是 AZ 疫苗。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COVAX 的疫苗以后阁有另外3种牌子，互国内疫苗有更较侪款，提供无共需求的人注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初3暗开临时记者会，宣布咱国透过 COVAX 所买的 AZ 预防车第一批199200桶，会伫初4早起运到桃园机场。我们透过COVAX 所获配的AZ 的疫苗那第一批19.92万剂将在明天上午会运抵桃园的国际机场。那这批疫苗当然在先开始的时候，在 COVAX 本来是预计要从2月到5月陆续抵台。
那当然，因为全球的一个疫苗的短缺及配送的作业，所以就延误了。陈时中也讲，台湾有其他后选的有风险，国家上卖 AZ 有风险102万剂，有风险的国家多样性，提供无共需求的人数。指挥中心也公布，各增加6例境外疫例未确诊个案。另外，伫国内自 AZ 有风险的总数已经有17056人。因为新一批有风险甲目前国内已经伫咧做的，拢是韩国政府 AZ 有风险。但是两讲希望会当加速检验大封条。即嘛，这批有风险的制作日期比前一批更较早。COVAX 是安排所有有风险拢集中到阿姆斯特丹才去运出来，造成分配时间会拖较久。也就是讲，新来这批有风险有效期会比进前来迄批 AZ 有风险也更较早。验过也是摕到才会当确定。即嘛，台湾摕到的拢是 AZ 有风险，但是两讲咱买除了 AZ 有风险，还有另外3种品牌，要维持有风险的多样性。记者综合报道。去拍到游览一定爱出海体验自然美景，不过坐船耍水是要安怎防疫呢？即马拍到的景点，逐位拢有海景咧巡视，干那耍水的时阵，才会当甲喙暗摕落来。也若是食食的方面，伊用是安排做伙航班活动，即马是提供个人的便当，希望会当互游客耍甲欢喜嘛，耍甲真安全。位于牛岭湖底挖出牛岭色的火山棉往身躯外，天然的保养品是平常特产，也有较大量无毒的梯仔同齐受水，更加是来碧流一定爱耍的景点之一。天气好，佮加上真久无游客啊，梯仔的数量加真侪。日前欢迎修法团，也毋过旅游专案也是爱注意防疫。Just to check everyone is safe, everyone enjoying. 出海行程每到一个景点，拢有海警前来巡视，一一确认尊顶的名单，也看敢有啥人无将喙暗挂好。毕竟疫情还未结束，只有耍水的时阵才会当将喙暗摕落来。因为游客游玩是耍甲真欢喜。跟我想象不一样啊！我本来好怕哦，结果现在还好哎，我克服了。我觉得以现在疫情可以出国，我觉得这种团费其实很值得。出海游玩一整天的行程，中午在哪里休息呢？就是在长沙滩岛这边，而每个人的午餐就是旅行社会准备一个人一个便当。疫情爆发前，旅行社为出海旅客安排中昼顿时汉堡 BBQ， 不过今麦防疫考虑以便当取代，因为代表旅游专案开放较香港，也互一年无接待游客的当地业者有一寡被呼欢迎。从集合到把客人招呼完，出海可能大概30分钟以内可以解决。昨天要耗到将近1个多小时。因为有很多突发状况。旅游是别流的经济来源，在国际疫情还未稳定，别流政府的防疫规定甲开放景点随时联动。因不过较安怎修正，业者也爱想办法缀着下步，业者会当缀着这波旅游商机。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竹北市新过海墘啊，进前有3位钓客伫咧码头钓鱼，海中的时阵，海涌拢已经淹过因的脚盘，不过因也是唔愿走。不过，因为这个所在无限制袂当钓鱼，海巡人员都袂当赶人，只好伫现场保护因到钓客离开。对外面看到这3个人徛喺遐，海水就已经淹到因的脚边啊，因也是无要无紧，继续伫咧遐钓鱼。边啊看到的人真替因担心，定定来这钓鱼的人也讲，安尼真危险。像我们这边的吹的风跟基隆的风汇合会卷，形成一个风狗浪。它是不是说每一下都有一个疯狗浪？它是有时候半个小时，有时候1个小时来一个疯狗浪，那个疯狗浪是很大。虽然海巡有派人去甲因考抗，不过因为这无限制放钓，无法度强迫因离开，最后海巡只好继续伫咧现场保护因的安全。巡逻人员于竹北上义岸际发现3名民众着救生衣于该地点钓鱼，因该时段为涨潮时段，考量民众安全，巡逻人员于现地实施劝导。虽然他们当下不予理会，本站仍持续实施戒护，呼吁民众从事水域游憩活动应考量自身安全。根据灾害防救法的规定，敢若有伫咧发布防台警报，也有成立灾害应变中心的时阵，海巡才会当赶钓客。也毋过，海巡人员也希望民众海钓的时阵一定要注意家己的安全，才袂发生危险。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乌克兰甲俄罗斯的边界不时咧发生冲突。俄罗斯进行军事演习了后，伫咧边界甲克里米亚地区留25000名左右的兵力，引起国际关注。
不过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初二是大声放调，经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若是派兵进入乌克兰，因就会采取行动，确保自身的安全。乌克兰军队甲罗西亚支持的分离势力，继续伫乌克兰东部乌兰山的冲突发生。过几个月来，上严重的一摆是3月26日，伫附近索马丁的地区有4名乌克兰士兵死伫乌东分离分子的炮火。罗西亚政府随着指控，几乎想要拆掉停火协议，重开顿巴斯战争，调动大批精锐部队前往乌俄边界，展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最近出现伫社群媒体无经过验证的影片，显示罗西亚出动战车、火炮甲装甲运兵车前往乌克兰边界。乌克兰陆军总司令科姆查克讲，俄国部署28个精锐也战术群伫乌东边界甲克里米亚，相当是2万到2万5千的兵力。为此，美国总统拜登初二甲乌克兰总统伦泽斯基通50分钟的电话，表示将坚定的支持乌克兰。That is certainly something we are watching. We are concerned about,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communicate from here, but also with our partners in Europe about. 8月成员国大赛在议会面讨论乌东局势。8月官员对路透社表示，俄国是咧迫害、降低乌东紧张的各种炮兵。对此，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初二经过北约，若是派兵进入乌克兰，将会互紧张升悬，因将会采取另外行动，确保自身的安全。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咱做伙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16度到24度，中部地区22度到32度，南部地区23度到32度。东部地区20度到28度，来看外岛地区，外岛地区15度到26度。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苏眉，祝您规工顺心，再会。